第二个呢，就现在开始呢，就是不共内潜心的方面。外指皈依如顶净三宝，内指皈依成就三根本，正以皈依现正妙三生，吾等上师主下敬顶礼。不共内潜心的部分也是有分为就是5种部分。5种部分里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诸圣道之基石皈依的部分。所有的圣道就是能够可以我们成佛的一切修持一切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不是方式，是基础，是皈依。所以没有皈依的基础的情况下呢，就不会有成佛的这种的说辞连一个说辞都没有。所以呢，皈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皈依的话呢，就是皈依是怎么皈依，皈依的方式，然后皈依的修持要圆满多少次的皈依等等，这一切都是会接下来会一个一个的会出现的。只有最深大乘法殊胜菩提心。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发心的部分。第三个清净唯愿罪障，念修金刚萨埵，积累甚远之量之供曼荼罗，与顿然断除四母之古萨里积累之量，自相续升起正悟智慧之究竟方面，上师瑜伽。不共内潜心的部分就是5种的分类，就是这个以上到那个上师瑜伽方面。那现在开始呢，就是在为什么说不共内潜心，就是在现在开始就是大圆满法的潜心那么这个以上的潜心是皈依。总的来说的所有的皈依就是所有佛法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每一个人的修持的不同的这个修持层次跟还有那个法脉传承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在所修持的所学习的这个皈依是大圆满法的皈依。那么这个是不共的，跟谁不共呢？跟小乘不共同的，跟宪宗不共同的。这唯一的就是大圆满法的不共同的特有的这个皈依感发心第一皈依的部分，诸圣导师基石皈依之引导分5，皈依的基础还有皈依的分类。3皈依的方法就是1、2、3。4皈依的协处。5皈依的功德。1皈依的基础总的来说，能开启一切正法之门的就是皈依，开启皈依之门的就是信息，开启一切法的法门的是要皈依。从皈依开始就已经开启了一切法的法门。但是能够可以开启皈依的方法就是信心。皈依之出于自相续中升起稳固的信心非常重要。当然因为这个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呢，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就。因为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呢，就是连想要做个皈依的想法都没有。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有些人就是不是特别懂的情况下，也是稀里糊涂的有做皈依的也是有。但这些来说的话，也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就一开始的皈依的方式都是有些不是说特别正确的。那当然就是任何一个人说要皈依的时候，那上师们一定会就让他皈依。原因来说的话，就是至少最起码他能够可以在皈依三宝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真正的修持的时候，我们现在呢必须得要知道，这些一切都是在座的每一个人也一样，一开始在共同皈依的时候呢，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信心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但是现在我们开始修持大圆满法的皈依的时候，那这些条件都是从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要让自己具备这些一切条件，都是从自己的相续当中要具备这些条件就是要改变思想的一种方式。
信心有分为清净心、意乐心、圣洁心及3种。清净心进入有许多佛像、经书、佛塔的殿堂，或见到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的尊严，或者听到一张功德及时机，以此类因缘，能够立即想到他们的悲心广大等。这种由清净心引发而升起的信心，称为清净心。那这些来说的话，就自己可以认出自己有没有清净心。像比如说走到了一些圣山，或者是一些殊胜的那个佛殿，或者看到佛像、佛塔、佛菩萨的唐卡、经书等等一切三宝所依。同样的，就是看到有修养的修善的一些高僧大德，以及上师善知识，甚至看到一些释迦佛的身众，这些的时候呢，就有没有能够可以在升起欢喜心，然后就不可思议的一些，那么能够可以说不出来的欢喜，以这种信心有没有能够产生？这些来说呢，就是要有的话，就是你就有清净心；如果没有的话，要去培养。看到一个佛像的时候，要知道当初我们皈依的对境就是释迦牟尼佛，佛的身香就是代表佛度化我的为了谁呢？为了我们，我和所有的众生。从无始时来，有无数的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度化了无数的众生。但我和我同样的很多的造业最重的很多的众生都没有真正的见到了佛陀。那么佛陀呢，就是身相留下来我和我一样的这些众生能够可以在得度所以就是有恩重如山，以这样的去想，那么就是感恩佛的慈悲感恩佛的加持，以这样来生起欢喜心。同样的，见到一些其他的高僧大德也好，上师善知识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去想。前面也有，就是今天一样有比较嘛，就是说以一切诸佛跟上师功德方面是同样的相同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恩德方面是完全不相同的。过去无数的诸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缘分能够可以遇到这些诸佛菩萨，但我们今天呢，就是在五浊恶世魔法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恶世中，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前面，而可以度化我们的上师，对我们来说呢，就恩德方面是比佛陀以及诸佛跟菩萨更胜过了我们的上师对我们的恩德。以这样去思维，那么这样去思维的情况下，才是会能够可以升起清净心。不然你看一下上师的身相，或者是佛陀的庄严度，仅仅是看这些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儿童在采花一样的。小朋友在采花的时候呢，看哪一个花比较漂亮，然后就先摘了这个花，然后就看到另一个更漂亮的时候，就把手上的花丢下去，然后去摘另一个那只是有这种的想法来，那么就是敬拜佛堂跟那么佛经的话，那就真正我们相续当中要神奇的这个清净心是不会产生的。意乐心，听恶趣轮回的痛苦后升起想摆脱之心，听闻散去解脱的安乐，则升起想获得之心；闻到善法的功德后，升起要修持之心；现见罪业的过患后，升起想断除之心。这些都是欲乐心。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前面也是有讲过的，因为我们在共同外潜心的时候，都是讲这些的修持方法。我们要怎么去产生修持呢？我们前面已经在共同外潜心里面讲过解脱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是多么殊胜，我们就这个共同外潜心的时候一定有学过。如果是没有共同外潜心的学习的情况下，没有这种羞耻的情况下，那么到了不共内潜心的时候，也是不会有更多的解释也不会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内容。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解脱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就是听到了一些轮回的痛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对六道轮回产生一个严厉心、出离心。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因果不虚的轮回过患的部分。那么轮回过患里面，一的就相当就是地狱之苦、畜生之苦、恶鬼之苦。那么人道跟阿修罗道全部的六道中的所有一切的各种不同的痛苦的一些事实的这个道理都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书本里面来说到共同外潜心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都在这里。如果是没有这些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是能够要升起这个三种今天所讲的三种信心里面的能够可以产生意乐性的话，那我们没有对轮回的这个出离性的话，意乐性就没有办法产生，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共同外潜心的情况下，所谓的轮回的这种对轮回的这种出离性或者是严厉性严厉性怎么能够可以产生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共同外潜心。共同外潜心方面，我们在每讲一堂课的时候，就是有7天的时间自己去可以观修，对吧？那我一次又一次的给你们讲，一定要这个观修那你们有没有观修？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可能是有些人应该是有想过。但是如果是你们没有去观修的情况下，今天这样说起来的话，你们应该也是会想起对，共同外潜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至少有会想起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所以那我们就是从这里要知道皈依的重要性。心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尊的加持，见其解脱之雄势，破除有情的无知，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